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聖經人物嘅知足。今日咧我哋繼續睇保羅嘅知足。保羅咧受苦受難，但係佢毫無怨言。喺受苦嘅時候咧，仍然知足，仍然咧讚美神。當保羅同埋西拉喺腓立比嘅時候咧，佢哋遇到一個被呢個鬼魔附身嘅女子。咁呢個女子咧用法術咧為主人賺咗大錢。佢附身嘅惡靈咧，驅使咧佢跟隨保羅。咁啊，日日咧佢都騷擾住保羅。咁保羅咧惱怒地咧就命令呢個惡靈從佢身上出來。咁惡靈咧就立即離開咗呢個女子啦。咁於是咧佢就無法咧再用法術咧為主人賺錢。咁佢主人咧就好憤怒地捉住咗保羅同埋呢個西拉，將佢哋咧拖入市上咧係去見官嘅。咁行政官長官咧見到佢哋，就命令佢哋咧係脫去衣服，用木棍咧係毆打佢哋。咁打咗佢哋好多棍之後咧，又將佢哋下監嘅。為咗確保佢哋唔會逃脫咧，獄卒咧將佢哋放喺地牢嘅內部，並咧係將佢哋兩腳咧係綁喺木架上嘅。《使徒行傳》咧係有呢個記載嘅，《使徒行傳》16章22節話：群眾就一齊起來攻擊他們。官長們吩咐撕開他們的衣裳，用棍子打了許多棍，就把他們下在監裏，屬乎獄警嚴謹看守。但係保羅同西拉咧係知足一族嘅好榜樣，佢哋即使喺逆境中亦都喺午夜咧讚美神。佢哋喺獄中咧冇抱怨不公，反而向神祈禱同埋唱讚美詩嘅。表現出一種超然嘅喜樂。呢個喜樂嘅源頭係來自天上嘅，所以咧係不受地上嘅環境影響嘅。由於佢哋嘅讚美佢哋得從監獄咧係釋放，佢哋認識神，心靈咧就有超越外在嘅環境嘅處境嘅平安。神又大大用佢哋咧係傳播福音，成功咧係使呢個獄卒同埋佢哋嘅家人咧係歸正嘅。拯救咗佢哋嘅靈魂嘅。佢哋雖然有棍傷在身，仍然咧係從容不迫咧，係俾呢個獄卒同佢嘅家人咧係施洗嘅。《使徒行傳》16章25、26節講：約在半夜，保羅和西拉正在禱告、唱詩讚美神，眾囚犯也側耳聽着的時候，忽然地大震動，甚至監獄的地基都搖動了。監門立刻全開，眾囚犯的鎖鏈也都解開了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